度好難得嘅時間可以同 Miro 直接咁見面啦。咁啊都有啲同Miro 有關嘅問題想問下你，即係喺過去嘅日子裏面有冇啲時刻係你俾 Miro 鼓勵到，俾佢哋觸動到、感動到嘅時刻？鼓勵到就成日都有，成日都有，即係因為佢哋咧擺喺我哋擺時間喺我哋身上面就係太多，跟住之後就會成日好擔心佢哋咯，會即係擔心佢哋。係啊，即係比我哋更早到現場啊，比我哋更遲走啊，即係有好多應援嘅準備，咁所以都感動嘅，即係每次見到佢哋嘅親手寫嘅信啊，做應援啊，全部都我都有睇咯，係啊，咁所以係有好多時間都會感動。咁今日應該再有多啲感動，因為我哋個信件收集箱都會有一堆嘅信件，又會再拎佢哋今晚翻去慢慢洗。同埋嗰個咁唔怪得知啦，有食應嘅話一定係攞好多盒翻屋企。咩？再加扎即係啲應援嘅食物，你就可以攞翻去嘛。哦，係咁，即係年度嘅難得嘅機會，如果係同佢哋面對面講一啲嘅説話，又最想同佢哋講嘅係多謝咯，多謝你哋每一位由我哋可能寂寂無名啦，即係有可能有好多人支持咗7年啊咁樣嗰啲咧，即係成日同我哋講，跟住係好窩心嘅一件事，即係好多謝你哋咁多年都對我，又或者我哋不離不棄，多謝。感謝嘅説話，除咗講出嚟，當然可以憑歌寄意啊！不如我哋就將舞台交俾柳應廷。咁場嘅朋友咧就唔使擔心，其實都係有新歌聽嘅，送俾你哋大人之後。的什麼心機堆疊每個金幣，沒時間別停低，平實呼吸想法很貴。西裝穿起細褲，讓我一霎眼長大。逼真的新世界，問我可察覺愉快，累了總會記起無拘無束疾風中，別離碰釘碰壁來作怪，得到教訓，憑直覺無妨理解。天天穿起世故，讓這盔甲已崩壞。當起天真怪獸，讓我將童年到底。放棄進階那資格可不可？任我好問好奇，就算錯，請不要怕。隨途還無定界，寬闊。發泄一切，就怕太深層處給攤我徹底。愛好立場信仰直覺，眼淚志向渴望，練習成慣性害怕去面對這赤裸。走星看鏡內，一絲不掛而無並自救，何以是我？讓我一霎眼長大，逼真的新世界，問我可察覺愉快，累了總會記起無拘無束疾風中，別離碰釘碰壁來作怪，得到教訓，憑直覺無妨理解。
同地過，校述成見解，對束縛。